你说的对，但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止这一条路。我的书。顾老板，你也看这个？嗯。你要是喜欢就给你吧，这是店里最后一本了。行，那我拿走了。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？我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？您把书借我抄一下，我抄完就还给你。我抄书速度很快的。这本书啊？嗯。送给你了。那不行。如果你需要这本书去学习的话，我再买一本不就是了？那我们加一下微信吧，我把钱转给你。这个就不用了。那不行，学习的书还要自己付款比较踏实。我扫您。好好学习啊！顾老板，书都给你了，怎么还一直跟着我？我能问您个问题吗？说。您拒绝我的真正理由是什么？我不需要助理，但我需要这份工作啊。所以呢，我就必须要用你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虽然辍学了，但为了梦想还在坚持自学。现在有一个可以在设计工作室工作的机会，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。有了这份工作，我既可以赚钱养家，又可以和专业人士朝夕相处。等我攒够钱，再回去完成学业。首先啊，你的梦想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其次啊，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设计师，你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，你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回去好好学习。你说的对，但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止这一条路。初次相遇的猝不及防，而你正和嘴角在上扬，心不自主怦然着遐想，是我不正常，还是你在发光？我虽然绕了远路，但我并没有浪费时间。就算我付出的比别人多，但我相信，只要脚步不停，就能达到目的地。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需要一个您这样的领路人，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们的目的地不一样，我的公司在那边。是少过了一个，哼哼。你的想法不错，但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学习。如果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，你可以申请奖学金或者助学贷款。其实我也可以去你公司楼下坐车的。求！哎呀，气球！这是多少钱呢？